呢集係第18行，咁我哋加咗棉花先至可以織到第18行嘅。點樣為之加棉花加得夠呢？就係你摸上去有彈性，一個公仔撳落去有回彈力，咁就加得夠啦。如果太多嘅話呢，就會令到個公仔呢變咗好肥啦，同埋之後呢，你會黐一個搭毛嘅面嘅時候呢，就會好似唔成比例啦。然後呢，開始織第18行。第18行全部都係減針，有7個減針。呢個係第17行最尾嘅一個 V 字嘅針位，中間插呢一個圈，下一個針位。到嚟呢度呢，留返少少線尾，我哋準備收線啦。收線唔係嗰隻收線，收線係埋咗呢條線，咁就可以預長少少啦。拉出，然後攞針，呢度係打斜嘅，所以呢支針呢容易去穿或者亂公仔。點樣收呢？我哋頭先亂咗織咗7針，喺返同一個位 V 字中間穿出，下一個針位 V 字中間穿出，嚟多次，呢兩個 V 字中間穿，下一個針位呢兩個 V 字穿，向上再向下，呢個 V 字穿上，下一個針位
呢個 V 字穿返落嚟，拉，然後呢，我哋打個結，穿過條針，然後去邊一個方位穿出就可以啦。小心啊，唔好剪到你頭先織嘅嘢啊！貼近，然後撳下去，嗰個線頭就會入咗去㗎喇。咁就完成搭摩嗰個身體啦。